后来过来是桃园，有民众昨暗9点外，伫个南坎路购物中心的头前，看到警方包围一个骑士。原来这个骑士啉酒拒绝临检，搁催速度冲撞警察来逃走。一路上，军也界逆向行驶，搁来闯红灯，最后互压制，移送法办。 巡逻的警方发现个样，原来是酒驾，就来拦查。查甫人不服，吹油门加速逃走。机车的骑士一路走，警方立伫后壁，画面是真惊险。警车停在路边，袂少警察活伫路口。过路的民众拢惊一条，敢若看警方包围，甲嫌犯压伫涂骹，机车倒伫边啊，有警方指挥交通。 路口真看，车来来去去，微博就发生伫咧昨暗时9点外，桃园罗德区，警方要拦查酒驾的车辆，查甫人头先假作配合，坐落来就弄警方加速逃走，为油管路沿南山路二段一路到南坎路的商场头前，互警方包围压制。林姓酒驾含拒检冲撞眼影后逃逸，警方发动拦截围捕，于台贸前为警方拦查逮捕。 经实施酒测值达0.74。酒驾拒检的查甫人逃走的路线，往机场接运，附近阁有袂少商场，加在无影响到无辜的人车，若无效果不堪设想，警方嘛介意移送法办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